各位觀眾好，我係義華，多謝大家入嚟收睇我吹水鳩噏。咁啊，今日就8月6號星期四嘅下午，出邊係陽光普照，啱啱啊食完個午飯，咁啊喺度又出條片同大家講下啲花邊新聞先。1998年曾經係我哋香港人選出嚟嘅所謂香港小姐向海嵐，咁啊當時電視台都力捧過佢嘅，咁啊好撚可惜，佢又一直都撈得麻麻地啦，未能夠做到大紅大紫，咁啊好可能佢對自己當時嘅成就咁啊唔係咁滿意，就有啲心灰意冷嘅感覺。咁佢就響2006年就索性退出娛樂圈，咁啊銷聲匿跡咗好多年噶啦。不過聽講最近呢幾年呢，佢就移居咗上海，更加響內地商界發展事業添。咁啊佢就好撚嘢喎，成功咁創立咗自己嘅珠寶品牌，仲經營埋保健產品飲食嘅生意添。哇！真係好撚厲害，搖身一變成為咗商業界嘅女強人，更加有小富婆嘅稱號添。咁佢響內地嘅網上嘅小紅書平台，咁啊見到佢都非常之活躍嘅，周不時都曬下啲開心嘅生活照擺上網，即係可以叫做曬下命咁啦。有錢咯喎，係嘛？開心快活啦。咁啊更加中意同啲網上嘅粉絲吹水交流下嘅。最近就見佢就擺咗一條影片上網，咁啊睇咗影片嘅內容，就係叫人學下佢咁喎。咁啊內容就係話嚟香港旅遊係唔使錢消費嘅。哇，咁都得。首先佢就話嚟到香港，首先就去中環啲商場行下街啦，嘆下冷氣。跟住就可以行落去灣仔嘅海濱花園，就吸下啲新鮮空氣，吹下海風，享受一下。更加仲可以話如果有興趣嘅話，就可以使用呢個港澳通行證，可以免費入呢個跑馬地馬場觀賞賽事添。咁呢啲推介真係好撚好推介喎。咁至於佢就話肚餓嗰陣時又點做呢？佢就話會即時打電話俾自己響香港居住嘅朋友，叫佢啲朋友出嚟請佢去餐廳食餐飯吹下水咁喎。咁見到佢響餐廳食飯期間，咁仲攞出自己帶嚟嘅所謂橙味咖啡包，咁即時用滾水沖嚟飲，咁仲大讚自己嘅咖啡零舍好味嘅。咁睇完成條片之後，我就覺得呢位曾經係香港人選出嚟嘅香港小姐，咁見到佢而家好似係同香港政府打緊對台喎。因為香港政府呢幾年一直做緊吸引外地遊客嚟香港消費嘅行動，咁希望振興翻香港經濟啦。而你呢條所謂曾經係香港人選出嚟嘅香港小姐，而家反而喺度積極宣揚嚟香港唔使錢嘅旅遊。佢係咪真係黐閪線或者屎不痕呢？咁更加重點嘅係雖然你叫朋友請你食飯係一件好平常嘅事，但我哋網民睇到就覺得你好似係有心靠黐朋友俾錢
請食飯嘅感覺喎。咁啊，你真係覺唔覺得有啲羞恥感覺呢？而且你響餐廳即場沖自己帶嚟個所謂橙味咖啡包嚟飲，咁啊係咪損害咗香港餐廳唔准帶外來食品飲食嘅呼籲呢？好啦，咁啊，至於呢條影片一擺咗上網出咗之後，咁啊，我亦都睇到好多網民喺網上嘅留言，都係負評咁去排山倒海，好多人去屌柒佢嘅，話佢身為小富婆喺度懶撚叻咁，做埋呢啲咁嘅所謂黐飲黐食嘅行為。究竟你知唔知個醜字點撚樣寫㗎？咁啊，更加有啲人質疑佢出呢條咁無知嘅影片，係咪為咗推銷你自己自備嗰包橙味咖啡包呢？咁我就真係不得而知啦。咁啊，其實而家香港嘅經濟情況已經俾嗰啲所謂北上消費嘅風氣都傷害得好撚慘淡㗎啦！你呢啲窮遊香港嘅宣揚，更加好似係雪上加霜。咁啊，香港政府成日話由治及興，咁啊，究竟大家網民又睇唔睇到而家香港嘅經濟頹勢情況？香港政府有冇真係扭轉呢個局面呢？咁好啦，咁啊，大家睇完我呢條片嘅，記住順手撳翻個 like 俾我啦。咁啊，發覺雖然呢排我出嘅幾條片都唔係咁多人留意，同咁多人入嚟收睇，不過我都會繼續努力嘅。咁啊，可以而家叫做從頭做起。咁啊，我一定會去繼續學習，盡量講得好啲。咁啊，最緊要就係令到入嚟收睇嘅網民覺得係啱聽啱睇。咁啊，更加希望吸引翻多啲觀眾入嚟收睇我片啦。咁啊，希望得到多啲人嘅支持。咁啊，喺度同大家入嚟收睇嘅網民講聲多謝晒先，拜拜啦！咁啊，聽日再出片同大家見面，係咁先，各位拜拜。